今日分享公屋2到3人單位設計，成個空間使用藤編門設計，優雅、復古、自然。入門口做一個多功能獅字櫃，側邊做餐邊櫃。主角嘅設計最大化利用空間，電視櫃做到頂，搭配格柵背景牆，對面仲有個雙人梳化，咁樣做客廳空間佈局合理，功能齊全。睡房同樣用藤編門做間隔，透氣感非常好。主人房做地台床連衣櫃，仲有個梳妝矮櫃。廚房就做主角地櫃加吊櫃啦。廁所則做乾濕分離，洗手櫃鏡舉。廁所門口仲做個舉包住個雪櫃，上邊做吊櫃。藤編自帶濃厚的優雅和復古氣息，運用在櫃門中，體現返璞歸真的自然質感。同時藤編織面透氣感佳，材質有韌性，可放心使用。你喜歡呢個風格設計嗎？